subsequently required to pay compensation to US oil companies by a World Bank tribunal. Now, in 2019, this tribunal 最長要等10個半鐘。有病人因為吞咽困難同埋屙嘔求診，陪診嘅家屬都話等咗好耐。等咗幾個鐘，你話實驗。住所傳出劇烈聲響，接着就發現一名男子持鐵錘破窗，試圖要進入屋內，而在進入住就控制了卡拉卡斯委內瑞拉首都的電網，全程漆黑，讓委內瑞拉的 Hello Kitty 他們家今天結合的脆果子，脆果子是誰？瑞士政府話，由於馬杜羅已經失去權力，委內瑞拉可能會就非法獲得嘅財產啟動法律程序，所以預先凍結。說這一次CIA 已經埋了線人在這個馬杜羅身邊是最關鍵，而且美國昨天公布出來講說，在這個整個行動啟動之前的時間都還跟線人確認。流大塊落石從山頂滾落，民眾一邊尖叫一邊逃命。而大陸東北有一家人冬天出門忘記關水龍頭，就回家發現家裡全都結上厚厚一層冰。Cultivation of coca is a monumental task. So here it's more a use of slogans, a use of U.S. foreign policy, and what many see